你知唔知原來加拿大人嘅新年大嘅 Top 5係乜嘢咧？我估第一樣咧，應該就係減肥嗱，因為好多時咧去到聖誕節咧，一定係大吃大喝噶嘛，係啊，係咪？去到過完新年之後啦，食完之後啦，見到個肚腩突出嚟嘅時候咧，就應該係時候認為自己我要減肥啦。哦，即係係咪咧？呢個啱嘅，呢個啱嘅，未必係咁 specific 話減肥，但係總言之係 fitness， 即係 healthy。咁啊，第二個咧？你估下，你估啊？係第二個嗱，有健康啦，跟住有乜嘢？你估？有健康，我諗掉翻轉，有健康反而我想再食嘢，可以食更多好嘅美食。瘦咗啦係嘛？係咯，瘦咗啦。嗱，因為點解咧？嗱，因為咧年頭嘅時候你要減肥，預備2月14號嗰個情人節。哦，咁情人節過咗之後咧，咁你就可以放鬆翻自己，可以不停咁食啦。哦，咁樣哇，係嘛？係咪咁咧？你聽好咗每年嘅計劃噶啦。係咪咧？唔係嗱，佢原來咧加拿大人咧就第一個咧就 healthy 啦，即係要健康生活。第二個咧希望搵多啲錢。OK，即係佢多數人梗係咁噶啦，即係第一樣嘢 healthy， 咁啊係真嘅，健康係財富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當我擁有咗健康嘅時候，就真係要搵真正嘅財富噶啦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啊跟住第三樣咧，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，就係希望咧就係搵翻啲朋友啊，成日即係建立翻好嘅關係咧。第四樣咧。就係pick up 一個 hobby。哦，呢個講翻第三樣先。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咧 spend 多啲 time 啊 ，spend 多啲 time 同啲朋友咧，或者家人。有時有一啲研究咧就係話咧，當你去即係臨終嘅時候咧，係能夠有朋友喺你陪伴身邊咧，對於嗰個人嚟講係好緊要。即係嗰個病患者。嗰個病患者係，因為有時朋友嗰個支持啊或者 support 咧係能夠幫助你無論即係嗰個身體狀況又好啦，係嗰個心靈上邊啊，係俾到你嗰個滿足啊。啱，即係人哋成日都話咁講啊嘛，幸福同埋幸福感，係兩件事嚟嘅。嗱，幸福意思即係話咧，譬如假設我財富又有啦，健康又有啦，我有子女嘅，子女好乖啦，咁啊呢個幸福啦，係咪？但係幸福感咧就係點咧？縱使我可能喺一啲好唔開心嘅情況之下，或者個環境係好差嘅，但係我仍然有幸福感，嗰個感覺。嗱，所以嗰兩樣嘢嘅分別咧，就係幸福咧，就係嚟自外在一啲物質上面嘅嘢嘅，即係頭先你講錢啊、仔女啊，咁但係幸福感咧，就係嚟自你自己內心，發自你內心嗰個滿足。就算你擁有一啲嘅物質都好，嗰樣嘢未必俾到你滿足感嘅。係滿足感係來自你就算擁有嗰啲嘢都好，你依然個心態上邊，就算可能係因為嗰啲嘢係冇咗或失去咗，你都依然唔會覺得遺憾。係，所以有啲人有宗教信仰嘅，佢個心靈會容易滿足，因為佢得到一啲嘅即係安慰啦，一啲到嘅支持啦，有盼望啊嘛，係啦。